最新私人住宅樓價指數已經連升13個月，按指數計算，期間整體樓價已反彈12.8%，但實際上唔少地區嘅樓價已大幅反彈2至3成，樓價接連上升。換言之，於1年多前入市嘅業主，唔少人已經可以賺錢離場。而事實上，近年已有唔少入伙新盤錄得短期轉售獲利個案，賺幅亦相當顯著。連帶供應重災區之一嘅屯門掃管笏，亦有入伙新盤業主獲利甚豐離場，於2024年7月及2025年1月分期推售。由旭日國際發展嘅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嘅黃金海灣，近月就接連錄得多宗短期轉售獲利個案，賺幅亦不斷調升。黃金海灣分2期發展，分別為1期以南及2期柏岸，屋苑鄰近黃金泳灘，步行2分鐘可以直達黃金海岸商場，加上大部分單位可眺望無敵海景，以至黃金海岸遊艇匯景。物業昔日開售時，首批平均尺價亦僅約1萬元，因此不少單位嘅實際尺價不足1萬元。最新售出黃金海灣2期柏岸單位為一 A 座，中層 H 室，實用面積312平方尺，屬1房1廳間隔。望遠景，業主放盤不足1個月，原叫價390萬，輕微減價5萬元即獲承接，減幅僅1.3%，成交價為385萬元，實用面積尺價達12,340元。業主於去年1月購入樓花單位，當時作價僅299.9萬元，持貨僅1年半，至今轉售帳面大幅獲利85.1萬元。單位期內顯著升值28%。想知道更多成交消息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只要有新片你就立即收到通知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Century 21. This is our time. This is our century.